另外來看，咱即馬已經通過7800億的國防特別條例呢，其實是無包括着商僱甲某人做的部分，也就是講，咱一寡無人機甲無人艇這個發展呢，攏會受到阻礙。經濟部的調集人陳炳輝，伊是表示講，其實這台灣外銷無人機的產量是逐檔攏有在增加，若準會當摕到這訂單，安尼是有通好請廠商來加入。也毋過，即馬國民黨立委馬文君，伊煞認為講，其實這條呢，應該愛放佇個年度預算。豆啊發展才對。這個俄烏戰爭使用無人機的經驗，國軍嘛按算透過1.25兆的特別預算，採購21萬架無人機，1320架無人艇，強化不對等的作戰。不過最後敢若通過7800億的版本，甲無人機載具 AI 系統整合攏抬起，讓台灣無人機的發展出現變數。經濟部無人機產業專家小組共同調集人陳炳輝指出，台灣有能力生產好用佫俗的無人機，打造飛航的供應鏈。研發過程上重要就是晶片、感測器，然後軍方的大筆訂單投入，唔來當吸引廠商加入，買當降低研發成本。我們要做一個晶片，假設要請那個聯電跟那個台積電做，你沒有50萬顆，他不會幫你做。所以說你也就是代表說，要下大單就對，你就一定要下大單。陳炳輝強調，台灣無人機已經外銷到歐洲，預估今年的產量會當比去年增加4倍到5倍。毋忘調也重視無人機的發展。民進黨團就點名無人機的產業重災區，包括台北、新北、桃園、新竹、台中，攏是國民黨執政的縣市。那位馬文君回擊指出，國產無人機的計劃是貴鬆鬆，抗干擾能力閣歹，認為特別預算愛開闢及時上好的武器裝備。我們買的價格非常貴，可是它飛上天以後，用干擾器干擾不到3秒就掉下來，這樣子能作戰嗎？我們現在倒過來說，我們應該要給他們這些訂單，他們才可以發展，這是錯的。台灣的企業沒有那麼弱。國防增加2%，你社福你敢去減掉2%嗎？或者說你教育的部分，你敢去把它減掉1%嗎？所以啊。這國家這其實對外來講的話，整個國家安全的話，不分執政不分在野。知影堅持無人機產業應該放佇年度預算，交由國防部、經濟部隨部來發展。曾水雄是回應，若八這部會擺脫其他部會預算，嘛指出台灣愛建造防護網，一定愛落實國防自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